我係一個輸喺起跑線嘅人，屯門公屋妹，父母都係低學歷，冇專業技能，我又唔係生得特別靚，又唔係特別高，但係我31歲開始就唔使再打工。諗翻我點解做得到，除咗識得理財之外，有一個非常關鍵嘅核心思維，就係我係打從心底極之討厭翻工。你有冇曾經講過以下嘅說話？翻工最緊要有班好同事，今日翻工好順利，新一年祝我開工大吉。你知唔知你講呢一啲嘢，其實潛意識入邊你係幫自己洗緊腦，你嘅大腦會覺得你係甘心並樂於做一個打工仔，咁佢就唔會發放信號俾呢個宇宙，你自然都吸引唔到令你脫離打工行列嘅機遇。無論間公司俾到幾高人工、幾好福利俾我都係咁討厭佢。我恨透公司用一張鈔票換走我寶貴嘅青春。我恨透每朝俾個鬧鐘嚇到，連啱啱發過咩夢都唔記得。我恨透開會嗰陣時無啦啦急事，但係要忍，之後用多10倍嘅力都屙唔翻出嚟。每一日我都同自己講，呢一度只係我嘅踏腳石，只要我一揾夠一嚿錢，我一定唔會再打工。冇一個上司可以向我提出不合理要求同埋向我發脾氣，因為我必定會立即還擊。喺我眼中，上司都只不過係一個年資長啲嘅打工仔。我時刻都提醒自己，千祈唔好好似佢咁，幾廿歲人都仲要做金錢奴隸。順帶一提，點解我會咁早就過咗英國？其實都係源於喺2019年，我稱呼我嘅2位直屬上司，即係 Director 同埋 Senior Manager 做廢佬。我從來唔會對公司有歸屬感，每一日嘅5點55分，我就會執嘢去廁所打卡走人。至於你問點解咁樣嘅工作態度都可以不斷跳槽加人工，你要知道喺職場上，你嘅價值係取決於你嘅工作能力，而唔係逆來順受。如果你都想早日脫離打工行列，早日財務自由，咁由呢一刻開始，你就要注意每一個你向大腦發放嘅信息。依家就即刻眯埋眼，認真咁諗下，當你唔再需要打工嘅時候，起身嘅第一件事你會做啲咩？然後打喺 comment 嗰度。我相信我咁平凡都得，你都一定可以做得到。